一级下生着，中把马蒙把就是这个人的从这些那入面人的学校个米多了这样的，得打人得嘛提来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必须的嘛，是吧？来到咱们中国藏族山歌之乡，必须得听山歌啊。但是还有一个，你记得吧？咱们杂多的服饰也是非常的有特色，对不对？我嘛这个等的记得，亚洲不能把的南昌的那个这，这这个年纪点比哪里个这呢？这对啥子？前去不得点比，渐渐得到了，娘的对我去大军营。一起来欣赏。la